想買樓花唔知點揀，考慮因素有邊幾方面呢？咩區先啱我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水晶姐姐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選擇一個理想嘅樓花區域。選區其實係買樓過程中一個好關鍵嘅步驟，因為選對區唔單止可以提高生活質素，仲可以影響樓市嘅增值潛力。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啦。首先，點樣選擇理想區域呢？呢個其實係大家買樓時嘅一個大問題。理想嘅區域唔單止係講靚唔靚，最緊要係要滿足自己嘅生活需求同嗰區未來發展潛力。揀區時，大家可以考慮以下幾樣：交通方便。如果你係想間族，交通一定係最重要嘅考慮因素。你可以睇下區內有冇地鐵站、巴士站或者 GO 車站，最好係靠近市中心或者有快速交通系統。咁唔單止自己住得方便，將來有機會賣或者出租，都會吸引到更多買家或者租客。學校同社區設施。如果你係有細路嘅家庭，選擇學校附近嘅區域就會好啲。咁唔單止方便小朋友返學，亦都可以提高樓盤嘅增值潛力。同埋附近有冇超市、醫院、公園等生活設施都係考慮嘅重點。周邊環境同治安，大家都希望住得安全舒適。區內嘅環境同治安要留意下。如果係比較新嘅區域，可能會有更多新樓同設施，亦都可以考慮區內嘅人口結構同社區活動。每個人嘅生活方式不同，所以選擇理想區域都要睇自己需求。例如果你中意繁忙嘅市中心生活，當然可以選擇靠近市區嘅區域。如果你中意寧靜嘅生活，又可以考慮郊區或者更靠近自然嘅地方。所以選擇理想區域最緊要係考慮自己嘅需求，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嘅生活環境。總結嚟講，選擇理想區域唔係一件簡單嘅事，大家要從交通、學校、生活設施、未來發展等多方面去考慮，咁先可以選到最啱自己嘅地方。希望我嘅分享對大家有幫助。留言話俾我知你有興趣嘅 topic， 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。我水晶姐姐會繼續帶你了解更多地產知識。